要通过牧师带予咱的信息是好好的身体。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恳求你的信心进入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内心，互阮会使透过今仔日这条圣经，搁较认捌你，伊就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敬兄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夫妇团结客的纪念主日，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应该算是有冤家的故事。咱知影咱诚做夫妇，这冤家若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吧。但是嘛是有人可能就是两个人，已经冤家完了，毋管是大冤家还是小冤家，但是这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会记得我的朋友，要结婚了的时阵，做伙买厝的时阵，伊讲，做伙买一间厝了后，啥物代志拢会使冤家，连迄个窗帘要用啥物颜色嘛会使冤家，就是足侪代志拢会使有无共款的想法，足侪代志拢会有冲突的所在。今日这段经文嘛是共款，这是彼得伊面对伊教会内面的兄弟姊妹。有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意见，互相得罪的时阵，伊来问耶稣讲：主啊，我的兄弟姊妹得罪我，我就赦免伊几遍？是到7遍是无？咱就想讲，咱来看彼得的想法。彼得的状况可能和咱即摆的夫妻的状况较无相相关，毋过咱会使看。伊当时，伊来问耶稣讲：若是我的兄弟继续得罪我，然后佫继续一直甲我回失咧，安尼我简单就爱一直原谅伊吗？对彼得来讲，伊可能会想讲：若是我的兄弟只有表面上的悔改，实际上无愿意改变，安尼。我继续吞忍伊的行为，敢好？咱嘛会有安尼的想法，伫咱的生活中，无一定是咱的牵手，可能咱拄着真侪代志，咱有时会安尼想讲，我该继续搁原谅遮个人吗？有时咱可能会想讲，我原谅即个人3遍就好啊。毋过咱看到即个彼得问耶稣讲。我原谅伊7遍已经够啊，毋过耶稣建议着赦免到77遍。77遍，即个原文会使翻译做70个7遍，也是77遍。这个意思拢是讲真侪届的意思。这个77遍的讲法。可能是引用即个创世纪遐拉麦有讲着，讲若是有人敢若攻击我，伊就会报仇77遍。所以耶稣用即个拉麦的故事，然后改做赦免77遍。但是耶稣的回应嘛是表达即个彼得无赦免即个赦免的意思。因为对彼得来讲，要赦免几遍，就代表是伊有权利毋免赦免。咱拢真自然想要报仇伤害咱的人，毋过耶稣讲，莫阁受着赦免几遍的代志，就去原谅，就去宽容。即个讨放是放下即个权利，虽讲彼得有权利。毋免赦免伊的兄弟也是姊妹，但是耶稣邀请伊，莫阁受赦免几遍，就去原谅，就去赦免。赦免是你愿意放下即个权利。咱来看彼得，伊真正的问题是，伊甲伊的兄弟有冲突，所以咱会使讲，耶稣伫遮其实是处理问
群体的冲突、群体的冲突的问题，也就是讲，耶稣伫遮是面对教会内面兄弟姊妹互相有冲突的问题。咱看到耶稣关心的，毋若是简单原谅这兄弟姊妹命定，真正是毋望兄弟姊妹互相坦白、互相面对这个冲突的原因，最后上帝来负责任。这个互相面对、互相对话、互相坦白，是面对这个冲突一个重要的，因为咱透过互相对话、互相坦白来了解彼此，就是这个冲突，其实会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成长。所以咱看到耶稣，伊就用一个比喻来回应彼得。伊讲有一个国王，伊要甲伊的老婆算账，因为一个原因，这个老婆伊欠这个国王一条非常大的费用，1万个他连德。这个他连德，伊当时是超过16年的工资，也就是讲1万个他连德是超过15万年的工资。若是照咱现在台湾的上低的这个工资来算的，差不多有500亿。所以这个老婆，伫这个比喻内面，伊讲这个老婆欠这个国王500亿的新台币，但是这对一般的老婆来讲，根本是无可能的。这个无可能是，这个老婆无可能开遐侪钱，这个老婆也无可能有法度还遐侪钱。所以，咱会使看到这比喻中的无可能，就是这个夸饰法，就是耶稣要讲的重点。既然这个老婆无法度还了，主人就决定将伊本身卖了，佮伊的骨架一切拢摕来卖。所以，这个老婆就知影伊家己的处境非常艰难。逐项拢无去啊，伊就跪落去求这个主人，然后主人突然间，伊就决定要撤销、要取消伊的债务，讨到伊就真放心的转去厝啦。伊充满喜乐，然后伊伫路上拄着伊的同伴，这个同伴只有欠伊100天的工资，伊就将伊抓咧解拍，佮命令对方还钱。这个原文100个德拿利，德拿利是当时的1日的工资，所以换做咱现在台湾的平均工资，这个100天的工资差不多是16万。所以咱会使看到，当这个得到下面的老婆，伊拄着伊的同伴欠伊16万的时阵，伊毋肯下面伊。这个同伴恳求伊，然后平息的时间，这个同伴对伊所恳求的话，和这个得到下面的老婆恳求国王的话是同款的。毋过，咱看到这个老婆，伊毋肯互伊的同伴机会，伊坚持家己有权利。这个欠500亿的老婆，伊得到下面，毋过伊无愿意下面这个欠伊16万的同伴，颠倒将伊歪落家。咱看到这件代志，咱应该嘛会非常生气，就亲像其他的老婆看到同款，因非常放心，因知影这个老婆发得到下面，因毋敢相信，这个人既然安尼对待伊的同伴，伊就将这发生的代志去甲因的主人讲，因的主人嘛真生气，就叫这个老婆过来。这个国王就重新审判这个老婆，
伊对伊讲，你即个海萝卜，我有任命你，你敢毋应该任命你的同伴？大家可能会期待即个同伴得到任命，毋过即个比喻无安尼讲。最后，主人就甲即个萝卜拐落家。咱看到耶稣第36节最后安尼讲：恁逐人若无对身体赦免家己的兄弟姊妹，我的天父嘛袂甲恁赦免。即句话听起来真无客气，真严格。咱来想，为虾米耶稣伫最后一句，伊要安尼讲？伊讲恁逐人若无对身体赦免家己的兄弟姊妹，我的天父嘛袂甲恁赦免。咱看到耶稣有教示伊的门徒安尼祈祷，主的祈祷文，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祈求上帝赦免，毋是讲咱人需要用赦免别人来换上帝赦免。上帝赦免是一种创造，上帝赦免会取消咱的罪债，但是这个赦免通常需要一段袂短的时间，也就是讲，对咱来讲，咱祈求上帝赦免，毋是讲咱爱用赦免别人来换上帝赦免。上帝赦免是伊的创造，伊愿意赦免咱的罪，但是对咱来讲，赦免需要时间。除到咱对心内赦免，其实通常需要一段袂短的时间。所以咱看到即个经文，也毋是要叫咱把所有的怨恨吞伫咧腹肚内，亲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共款。即个故事要讲的是，咱袂使放弃追求即个赦免甲和好，咱袂使放弃追求即个赦免甲和好，因为赦免毋是讲咱将所有的怨恨吞伫腹肚内，赦免是咱甲互相得罪的人会使对话。咱看到即段圣经，拢是对话，因两个互相对话，真正赦免，嘛毋是即个道歉，是面对即个问题。真正的赦免，嘛是放下即个权利，毋是强迫咱家己去原谅别人，是恳求上帝，互咱有气力去原谅别人。伫即个故事中，咱看到，即个故事，上帝嘛毋是即个比喻中的主人。即个故事是要讲的是，咱接受即个恩典，嘛爱将即个手伸出去。也就是讲，即个故事讲到，即个得到赦免的人，伊欠伊的国王500亿，毋过伊无愿意赦免伊的同伴，才欠伊16万。所以，即个故事要讲的是，咱接受即个恩典，嘛爱将即个手伸出去。伫即个故事中，即个国王是一个真严格的国王，所以咱袂使讲是上帝就那亲像是即个比喻中的主人。咱看到耶稣嘛有讲28章的14节，就是有讲恁的天父毋甘愿，毋甘遮个世界中的一个新人，所以咱看到耶稣，耶稣是不愿意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沉沦，所以耶稣是会赦免咱每一个人的。所以咱透过即段比喻，咱就更较了解即个比喻，咱是要帮助咱有智慧、有稳定的来处理咱所面对的冲突。嘛，恳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毋通用歹报歹，就用好看赢歹。即个赦免，其实对咱来讲，每一个人来讲，拢是一个挑战。即英国的一位牧师 N.T. Wright， 伊有讲，即个赦免就亲像你的气部内面的空气共款。
当你若吐一口气，你的气部内面有空间，搁输一口气。若是你无愿意吐这口气，无愿意将这口气吐出来，互需要这口气的人，那安尼，若你家己无法度搁输着新的空气，然后你可能真紧就袂喘气。所以对咱来讲，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这个下面宽容、饶恕，不管是对咱的想法，也是做法来讲，拢是一个挑战。不过，今仔日这个比喻要讲的是，咱毋通放弃追求下面甲和好。这个故事要甲咱讲的是，咱毋通放弃追求下面甲和好。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阵，我想到两个团体，有两个团体差不多是冤家400多冬，互相，这个冤家差不多有400多冬的时间，然后伊重新思考，是毋是咱爱和好？这两个团体就是基督教甲天主教，差不多伫咱知影宗教改革是1517年，伫咧纪念宗教改革500年的时阵，2017年，这两个团体会使讲较正式的和好。500年前到底是因为啥物代志来分裂？500年前，天主教认为这个马丁路德是背道者，想要分裂教会。不过后来，天主教这60冬，因经过研究甲对话，发现马丁路德当初只是要改革教会，毋是要推翻教会。所以后来这个天主教就承认马丁路德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后来这个基督徒也对过去对天主教的误解，认为天主教是黑暗腐败的，渐渐看见这个过去的历史，天主教其实伫中世纪这个时代是毋忘改革的年代。马丁路德的改革是因为当时的宗教甲社会的处境所形成的历史的事实。所以500年前，因为这个赎罪券的议题，当时的枢机主教卡耶斯，当时的枢机主教是卡耶斯，咱看到驾临戒毒，德临戒是马丁路德。当时的枢机主教卡耶斯和路德伫16世纪迄个时阵，鉴定异端的场所见面。这两个人是当时真有名的神学家，但是因两个人互相无了解对方的想法。其实，伫这个辩论会进前，这个枢机主教就已经研究过路德2篇文章，嘛写过一篇文章，对路德的看法。不过，这个卡耶斯的问题在于利用家己的想法，想要理解路德的想法。不过，他误解了路德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个主教想要改变路德的立场，但不过路德也无理解这个卡耶斯的神学。伫辩论会中，这个主教爱这个路德，伊撤销伊的主张，伊无互路德机会去了解这个去了解伊的想法，去了解伊的立场。其实两个人无机会互相讨论，所以后来罗马教廷就将这个路德定罪。这定罪的时间真长，差不多有4天的时间。最后的定罪就是由当时的教宗里奥14伊家己处理。伊认为家己是咧捍卫正统的信仰，对抗这个路德提出来的主张，所以后来这个罗马教廷就把这个路德提出来的主张拢烧掉。
然后即个教宗就互路德60天的时间，互伊想看卖要撤回他的错误思想，否则伊就要面对赶出教会的结果。然后咱看到即个图，路德嘛将即个教宗的谕令烧掉，表达伊对当时的不满，也表达伊袂撤回伊的主张。所以后来梵蒂冈伫1521年的1月3号，就正式将路德赶出教会。所以经过400多天的即个对立，是路德是咱今仔日称为信义宗的宗派，就是基督教的信义宗，咱是改革宗。即两个对立的宗派，就经过400多天，因重新思考。若是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团体，咱是毋是爱实践即个信仰？所以当去到历史的伤害，互相对话，互相接纳彼此拢是耶稣基督福音真理的信仰团体，就要为耶稣做见证。即个做见证，就是开始思考，过去历史的伤害，是毋是爱重新？互人说明，互人看见，所以即两个团体就对1967年开始，因就开始对话，对历史重新去看即个历史的真相，重新被澄清，然后互相坦白过去的不足的所在，互相道歉。伫即个过程，就若亲像即个是拍开即个空嘴，然后清理、包扎耶稣基督的条，就若亲像即个药啊，互即个伤口愈合，得到医治。所以伫即个过程，就若亲像是一个医治记忆的过程，也就是讲，过去的历史无法度改变，但是过去的历史是发生啥物代志，会使重新说明、重新理解，也就是讲，哪一些是被记忆了，又如何被记忆，是可以重新澄清、重新来说明、重新来理解过去的历史。所以，伫1991年咧纪念宗教改革的时阵，即两个宗派就签即个约，称义与诚意的共同宣言。也就是讲，即两个宗派为过去500年前的对立，到现在慢慢对话，到伫1999年共同签即个约。即个约就是，搁一摆，你去理解讲，其实天主教甲基督教，咱所相信的是共款的，有真侪所在咱都是共款的。所以后来，即个约就成做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应该是讲，有正式签约，我们要和好的这样子。后来，即个改革宗，咱是改革宗嘛有加入这个宣言，然后世界这卫理公会也是有加入这个宣言，还有英国的圣公会拢参与伫这个所在，就是要进行来和好。所以到伫2017年的时阵，有共同礼拜，共同纪念这个宗教改革500年，就是做伙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特别是信仰团体，咱决定要和好，做伙实践，互使即个岛，互使即个世界。虽讲即个双方犹原有对即个圣餐礼仪的无共款的想法，但是互相尊重彼此的传统。所以伫2019年，也就是即个约签20年了后，佫有一摆，佫重新来纪念咱即路的宗派，做伙签即个约，纪念就是要提醒信徒真正好消息伫基督内，上帝全能接纳咱，佫疼咱的一切，做互咱有信心、快乐、韧性、甲平安来面对即个世界所带来的挑战。这是即个约，这是即个宣言内面的话，也就是讲，咱
咱看到这两个宗派，天主教对甲基督教对600年前的无理解来加做两个宗派，后来相处，后来慢慢啊对话，互相接纳，伫耶稣基督内要见证耶稣基督，加做一个见证者，所以后来才和好。这个对冲突到和好是可能的，但是每一步咱拢爱付出代价。咱看到这过程50天的时间，甲正式的和好，其实对咱台湾来讲，这个正式的和好是一个新的开始。也就是讲，其实咱台湾这个天主教甲基督教这个张力过去，可能比这个世界更较严重。也就是讲，咱台湾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这个和好，就是要甲咱信仰团体讲，这个和好是有可能的。若是写着圣经，这个圣经嘛是甲咱讲，伫咱的生活中，毋通放弃这个下面甲和好来加做咱的目标。这个和好是历史上真正有发生，所以希望透过这个来甲大家分享，就是伫咱的生活中，嘛爱将这个和好刻伫咱的心内面。是咱亲像咱的台湾，佮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比如讲，最近几年前，因为这个秘密档案的揭发，才发现其实丢落教会内面的档案实在是真侪。透过这个秘密档案的揭发，咱会使重新看到这个历史，重新理解过去咱对这个历史的认为可能有错误的想法。所以，咱若是透过这个重新理解过去的历史，重新来对话，就会帮助咱的台湾，也是咱伫生活中，咱的教会，也是咱夫妻关系，拢会使伫安尼，就是面对，就亲像这个故事共款，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咱会使互相对话，互相追求和好。希望大家将这个故事刻伫心内面。咱做伙来祈祷，稳定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这段经文，搁一摆提醒阮每一个人，毋通放弃下面甲和好这条路。恳求你信心，引带阮每一位家庭姊妹，特别阮将每一位夫妇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看顾因。而诚做富贵这条路，有时无简单，但是恳求上帝你的疼，诚做伊的帮衬，因的帮衬，互因有气力来面对侪侪挑战，互因有智慧、有勇气来面对侪侪无共款的挑战。恳求你的信心，引带阮每一位家庭姊妹，互阮伫生活中追求和好，追求赦免，伊就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